日本和菲律賓啟動專屬經濟區 EEZ 的劃界談判，範圍有牽涉到台灣東部外海，影響到咱的海洋權益。不過，咱的政府一開始是無反應，外交部在今仔日就表示，有叫這駐外館處向日本、菲律賓來確認談判過程和結果，攏袂影響到台灣的主權權利。海委會表示會依法來執行後續工作。有學者是認為講呢，台灣愛爭取談判進行三邊的協商，向國際來傳達台灣對海洋權益的主張。日本、菲律賓啟動專屬經濟區 EEZ 甲大陸嘅劃界談判，有關嘅範圍可能牽涉台灣東部外海。外交部第一時間回應講，肯定立非透過對話解決海事問題，唔講質疑態度消極。外交部找三上新嘅回應，已經請駐外館處向立非兩國確認談判過程甲結果，對台灣的國際法甲海洋法嘅主權權利攏無影響，也不影響我國與日本簽署之台日漁業協議，以及與菲律賓簽署之台菲漁業執法合作協定等既有機制之執行，我方再度呼籲日菲必須考量此一事實，充分考量我方權益，並就相關議題與我國進行協商。針對漁民的權益，咱國甲日本、菲律賓依早有分別簽署漁業協定，漁業署強調會依照既有的協商平台保障漁民作業的權益，海巡船艦嘛會持續保護漁民。像現在在西北海域、東北海域，還有台日海域、台北海域，都有派我們大艦在執行相關的勤務，在護漁的工作，所以不會影響到漁民的權益。外界推測日菲劃界範圍應該是按日本八條山群以南、菲律賓巴丹群島以北延伸200海里，影響的範圍變作台日菲三方經濟海域高度定塔。學者講，台灣漁民的權益代表國家主權，台灣就是當事人。爭取同時跟日本跟菲律賓進行所謂的這種三邊的這一次談，不要分別談。分別談的話，可能就是會花費更多的這個時間，更多的這個變數。日本跟菲律賓忽略掉台灣，沒有來跟台灣來談的話，變成中國實際上面來插手，其實對他們來講也是不利的。另外，中國海警船借機侵擾台灣東部海域，張志東認為台灣愛參加談判，爭取三國協商，以來向國際傳達台灣在海洋的權益。同時嘛，對外展現台日菲在第一島鏈共同合作，防備中國海上執法。記者綜合報道。